麗江啦，咁今日咧就係我哋嘅第2日啦，不過我哋咧就準備去香格里拉啦，希望我哋唔會有高反嘅情況啦。一嚟到香格里拉，第一個感覺海拔真係高咗好多，好接近啲雲層。而家就出發去民宿放低行李啦。Room tour 時間，佢整體房間設計咧都係以簡約嘅奶油風，感覺俾我都覺得好舒服㗎。都係以玻璃屏風分開咗廁所同沐浴嘅位置，打開都覺得乾淨嘅。而最特別咧就係民宿會有一部製氧機，一入到嚟咧最好長期開住，咁就唔會咁易有高山反應啦。大堂仲有2隻可愛嘅貓貓陪住我哋。而家就出發喺民宿附近嘅龜山公園行下，佢上面咧係免費參觀嘅，入面嘅寺廟咧就唔可以拍攝啦。而佢最出名咧就係呢一個世界最大巨型嘅轉經筒啦，有成5層樓咁高噶。聽當地人講，一定要順時針轉3個圈，寓意消災祈福。晚餐時間食咗幾日菌菇啦，今日就試下香格里拉嘅牦牛。唔同嘅部位都叫咗嚟食，係每碟份量都夠多。攞一碌就食得啦，好新鮮，口感唔錯啊！食飽一出嚟，四方街就撞正跳緊藏族嘅鍋莊舞，非常之熱鬧啊！我都要入去跳埋一份先啦。好啦，今日就去到呢度啦。早晨，今日我哋包車1日遊，出發第一個景點啦，秦贊林寺，係雲南規模最大嘅藏傳佛教寺院，佢建築風格同佈局同布達拉宮十分相似噶，所以就被稱為小布達拉宮啦。最辛苦就係行呢條長樓梯啊，因為海拔高，行上去都幾辛苦啊。終於上到去啦，可以入去啲寺廟參觀，但記得保持安靜啊。出發去下一站啦，發生啲小插曲。話說我同我嫂咧想騎馬，跟住包車司機堅持車我哋去納柏海嘅馬場，講緊入場費係1人要280蚊啊，就算唔入去騎啊，都必須每人要收錢啊，所以最後你堅持唔落車，先車返我哋上去騎馬嘅地方。呢一間牧場冇亂收費啦，有幾條路線揀嘅，但由於今日天氣唔係幾好啦，有大風，所以我哋都係選擇咗喺場內圍住圈行2圈就算啦。佢好乖啊，仲識得跟住前面嗰隻行。今日成就解鎖，騎到馬，仲同到隻馬自拍添啊！下一站普達措國家公園，但上到去好失望啊，見唔到綠油油嘅大草地，仲要撞正大雨，所以大家都好狼狽啊。可以選擇徒步去行啦，亦都可以自費坐船行少一半嘅路程。但我今次嚟到就好似冇咩收穫啦，當做下運動，行下公園，望下風景咁啦。回程返到去民宿啦，原來民宿有張體驗券，可以免費過嚟體驗一下藏族非物質文化遺產。首先入到去呢，佢就會介紹下當地嘅歷史故事，仲可以試下點樣整藏香。最後呢，就介紹一下唐卡，仲可以試畫唐卡。
所以我覺得有興趣了解下文化呢，都值得一嚟㗎。入夜後嘅龜山公園又有唔同嘅感覺啦。喺前邊嘅大廣場都非常之熱鬧啊，可以聽下民族歌。今日就去到呢度啦。今日就回程返麗江啦。回程呢，我哋就租車返去嘅，因為喺回程仲可以參觀埋呢幾個景點啦。重點一提啦，暈車嘅朋友記得食定暈浪丸啊，因為一直都係山路，真係9曲13彎㗎。到達咗第一個景點啦，白水台。不過喺出發嘅起點度呢，大家要小心，因為有好多人呢會叫你騎馬上去，佢哋係一站一站咁收費，唔好以為佢哋講嘅價錢呢係直接上到最高嘅，所以我哋都係選擇一步一步咁慢慢行上去，其實都唔算話好辛苦，因為上到去真心覺得呢個景點呢係都幾值得大家嚟睇嘅，完全係一個天然嘅景色，你近睇啲泉水呢仲見到好清澈嘅。怪唔得啲人話好似入咗精靈嘅仙境咁啊！第二站係路途中經過嘅觀景台，俾我哋遠望一下有成5300幾海拔嘅哈巴雪山，係一個唔錯嘅打卡點。啱啱食飽咗之後就再出發下一站啦，虎跳峽啦。今次就落山去參觀嘅，落山易上山難。來回坐電梯呢就人民幣80，亦都可以選擇全程做運動上落。搭完幾條嘅電梯，只需行少少路就到達啦。老虎身後呢就係金沙江啦，江心中間嗰塊大石呢就係虎跳石啦。今日嘅水流都算好平靜，如果雨季嚟就好似呢幅相排山倒海嘅氣勢啊！沿途都會見到好多許願牌掛晒喺度，所以我都寫返個祈求全家人都出入平安啦。而家就直接揸車出發去麗江啦，下一集就會講埋麗江啦。大家記得支持下我，like我條影片，訂閱我，下一集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